是啊，表示我有很多。联合联系。我早上才马上的呢。上啊！哇，在演出开始时候，他们都用互相祝福。再次给他们掌声鼓励，欢迎我们来自台湾世界公益部落人民协会。哦。八度合音呢，不能八度合音呢。不能有八度合音呢，唱。好，现场的朋友们，过看他们演出的时候，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明，就是各部门因为他们的演出都是用现场演唱，所以请大家保持安静，谢谢。